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这系列的关于箴言的这个教示信息，有分做几讲来讲。咱讲过，唔通做笨大人，温群的得到富足。今日要开始，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智慧工作。咱每一个人拢捌工作过。检采即马退休嘛还阁伫教会咧服侍做工。咱中间有真侪伫家庭做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嘛是真重要的工作。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咧工作。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真重要的题目，叫做智慧工作。希望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伫投入咱的工作的过程中间，会当充满上帝要看见的效果。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请做阮生命引带甲帮助。你的话是充满智慧，会当调整、更新、改变。阮的思想观念，互阮所做的工有快乐、有效果。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静静来领受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爱咱温群工作，毋干那是会当供应咱生活的需要，会当互咱工作得到喜乐。虽然工作辛苦，佮有压力，但是上帝互咱伫即个工作中间，会当去找到喜乐甲成就感。但是你若要对工作中间找到喜乐甲成就感，你着爱在伫你的工作的态度，有正确的态度。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有缘会当找见到工作的意义。有人将工作的态度分做3种。第一种就是将工作当作是职业，职业就是无色的工具。当然，咱凭咱家己手所做的工来赚取即个工资，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保罗嘛安尼讲，伊讲工人得到工价是应当的。但是如果咱爱安尼想，如果你的工作是为着要趁食尔，安尼工作做起来是真辛苦。因为你的工作若无一点仔喜乐，有可能真做一种重担。所以将工作当作是一种职业，那敢若当作一种职业的时阵，你工作会变做一种重担。第二种人是工作来当作事业，将工作当作事业来经营。这种人，伊常常对伊的工作有种自尊心甲骄傲，因为伊感觉伊的工作对别人有贡献，伊会当将伊的代志做了真好，得到成就感，得到娱乐，毋是简单趁到薪水尔。伊会想要甲伊的工作做好。所以，伊工作结束了，伊阁会继续去研究，想办法，互伊工作会当做较搁较好。这是因为伊对工作有种认同，伊希望会当对这个工作中间，做了较好，得到别人的娱乐，还是讲得到成就感。电视即摆有一个名词，应该是对日本来叫做达人啦，讲即种人叫做达人，就是讲对即个专长、对即项代志有专业、有专长的人，对家己的工作有信心，会当满足家己工作的成就感。即种工作观就比第一种较好淡薄我记得我的迄个卖菜的爸爸是都市师傅。做真久的都市师傅，有一届就是伊来提醒了，阮去来拜访，
阮去来拜访，去因厝里吼，伊就接待阮，吼，接待了就讲要带阮去看迄个结婚的宴席吼，场地吼，甲要人讨论菜色吼，要出发的时阵吼，伊就讲伊要去换衫，我就感觉足奇怪，伊都穿足整齐啊，阮去的时阵要欢迎阮都穿迄个西装啊，拍领带，穿足整齐，讲伊要换衫，结果吼。要出来的时阵吼，伊就去换一领伊的迄个多指师傅的衫，吼，就缀阮去迄个饭店，就是表示讲，我是多指师傅吼，你袂当我凊彩啊，吼，这菜色我拢知影，吼，所以伊就是我感觉伊就是穿迄出衫吼，表示伊对伊的工作真有信心，对工作感觉家己有足有成就，即款人就是将工作当作是事业咧经营。第三种人，就是将工作当作职业。伊工作毋是干那为着要趁食，嘛毋是为着追求家己的成就感尔。伊是将伊的工作导入一个实现的目标中间，咱会称作是职业。英文即个号做叫做 vocation 吼。vocation 伊的字根叫做 vocal，vocal 就是讲有人出声咧叫你，就是讲伊做这项工作是有听一个神圣的声音咧呼召伊做这件代志。那咱的信仰就是讲，上帝咧呼召咱投入这款的代志，投入这款的工作，这款的事业。所以一个信徒的人生的工作。就是追求上帝予咱的职业，然后努力来完成，这是咱人生上介大的目的，甲幸福。所以咱若要工作了快乐，工作了幸福，一定要学习正确的工作态度，就是将你的工作当作是职业，伊毋是简单，互你会当得到薪资，毋是简单，互你得到成就感。是你的生命会当为着伊来做真大的牺牲，来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目的。这是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所以咱因为这个因果，所以咱要用2个礼拜的时间，对箴言这个智慧的言语，来学习7种真重要的工作态度。学习安怎用智慧的工作态度，咱今仔要先学3项，这3项真重要。咱后一遍甲大家来分享后壁4项。第一项就是讲，咱若要工作有效果，咱就是爱知影有一个态度，就是爱付出代价。箴言同咱讲。辛劳工作，生活无忧，将入空谈，的确爽享。讲规日你若用气是无代志，伫遐空谈，伫遐幻想，然后有梦想，袂晓去执行，的确爽享。但是你若辛劳去工作，你生活就无忧无愁。只要讲辛劳工作，就是有付出代价的意思。意思讲，工作一定要付出代价，要温困来做。圣经嘛安尼讲，温困工作的做事人，食用无欠缺，追求呼唤的人，非常有功。意思来讲，你做事人，你要有修行，你就是爱温困去工作。爱野种，爱去烧草，爱去迄个挽迄个杂草，然后爱照顾，即个将来才会当有修行，爱温困工作。所以要做出有效果的工作，就爱付出代价。这是智慧工作的第一个要件。咱了解成功的自然安尼
历练来临教。成功拢是为着愿意付出代价人准备的，所以咱要付出代价。所以伫未来日子中间，你若要享受成功的果实，你着爱有决心，爱愿意付出成果。安尼将来才能得到享受工作的果子。咱中间若有学生的，你也知影，你若要课业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计划，你就是爱付出努力嘛。无可能讲拢无付出努力就得到成果。有时付出努力嘛，无一定会得到成果，但是你若无付出，绝对无得到成果。伫属灵顶面的代志嘛相共。属灵你袂自然而然成长啊！你一定爱真用心去读圣经，真用心去祈祷、去灵修，安排有计划，逐日拢安尼做，有付出即个代价，你才能有得到。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爱事先准备。咱要做一件代志进前，爱先计划，爱做准备。圣经来讲，手分担的会变做送享，手温困的会变做富足。这温困这个字伊原文是有即个，敢你用迄个道具来挖互来，挖互来的意思。意思就是讲，咱咧做工进前爱做好准备。咱嘛有一句俗语，华语讲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讲你要做好一件代志，你先爱拿迄工具准备好势。圣经嘛安尼讲，你伫外面准备工了，伫田间办理整齐，然后起做厝体。你要起一间厝，你着爱先准备一寡材料，然后爱设计好势，然后才来起，才拢有做好准备，才可能完成即个成果。所以咱做工作进前爱做好准备，计划好，才有果效。比如讲，咱教会的事工计划嘛相共，牧师团体每一档7月份到8月份，拢会先将明年度的事工方向计划好，甲咱的所有中级分享，互各教会中级所组成的这委员会，有一个方向会当去讨论，然后伫9月到10月。这个事工委员会较去设计因的事工，编列预算，11月确定，明年度的规个事工就拢计划好势。虽然咱知影计划了，可能有一寡变化，但是你若完全拢无计划，拄着一寡变化的时候，你嘛无法度去应变。所以咱做代志就是爱有准备。爱有计划，咱今仔是礼拜，明仔载拜可能开始有真侪人爱开始工作，学生嘛爱去上课，当然暑期的时阵，有时会休困，但总是咱若开始工作进前，咱会当来到教会礼拜，礼拜的时阵咱就是专心恳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有气力。伫一礼拜中间，会当将咱的工作做好势，所以这是一个准备心，这对咱信徒来讲是一种祝福。所以咱着爱敬虔来礼拜，用这礼拜听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帮助咱安怎起来这个礼拜工作来做好势。这嘛是一种准备，所以这是牧师甲大家的提醒。第三项。就是今仔日要讲的最后一项，叫做智慧管理。牧师要透过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箴言27章23到27节，甲大家分享5种真重要智慧管理的原则。这5种原则拢是非常重要的，都伫这段经文中间出现。第一项就是讲。咱爱对咱的产业
互咱工作所累积的产业有一个真正的连办，就是所有的产业拢是暂时的。这个信徒咱来明白，咱所有的产业，包含工作中间的职位，拢是属于上帝予咱的。咱只有管理权，无所有权。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你也知影财产袂当永久有，冠冕也是讲王位，敢袂当存到万代。意思是讲，咱无可能永远拥有咱即马所拥有的产业甲职位，拢是暂时的。顶礼拜牧师也去讲过，有一天咱着替性命啦，无去。咱所有累积的大多数的物件，拢会离开咱，咱拢无法度搁再拥有。圣经嘛安尼对咱讲，因为咱无带啥物来到世间，也无袂当带啥物转去。这意思咱讲一个真理，咱的生命所有的拢是上帝予咱的，这是上帝大的恩典。咱对咱的产业只有管理权、使用权。无所有权，有一天拢爱交出去。圣经中间咱看起着，大卫王要去圣殿，上帝无要互伊去，但是爱伊去准备遐材料，所以呼吁百姓将遐材料奉献出来。大家拢真欢喜奉献，大卫着真欢喜，学了上帝讲万物拢是对你来的，阮将对你来得到的。献互你，所以互咱明白一点，就是讲，咱所有拢是上帝予咱的。上帝爱咱好好来管理伊，毋是讲咱有所有权。咱的产业是上帝所授予咱的礼物，咱会当享受伊、使用伊、管理伊，但是咱无主权。所以伫经营管理的时阵，咱来思考，伊只是暂时的，但是咱会当管理。安怎去管理上帝才会欢喜？这真重要的，也是管理智慧管理的一个基础。第二项，既然是上帝交代咱暂时管理，安尼，咱得爱用心来管理，用心来管理。所以圣经来讲，你乃详细知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而且知影甲留心料理，就是爱知影上帝的心意，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咱来明白智慧的管理，毋是我靠家己的聪明，是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会当好好来维持管理发展咱的产业，爱用心谨慎来管理，互产业会当好好发展。圣经中间耶稣嘛讲一个譬如，有一个主人，伊要离开的时阵，要出外的时阵，伊交代伊三个奴仆，一个汇5000，一个汇2000，一个汇1000。然后迄个5000个用5000个去趁5000，2000个趁2000，1000个惊放弃，所以涂骹挖一个坑来抬起来。叫主人回来了，学了迄个5000个甲迄个2000个，反倒转。对1000个生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其实是咧安讲吼，5000、2000、1000代表上帝予咱的礼物，予咱的产业，嘛通讲予咱的恩赐。伊爱好好来运用咱的恩赐、咱的产业，去成做会当产生顶倍的效益，来应光上帝，来祝福别人。上帝无要求2000个爱趁5000。伊要求2000趁2000就会使，所以咱比较遮，而且讲这羊群、牛群，还是讲2000、5000、1000，拢是代表产业以外嘛，当代表咱的恩赐。所以咱得爱详细了解，咱家己对上帝遐领受的礼物恩赐是啥物。大家爱注意，是上帝决定要啥物恩赐互你。毋是你家己决定，所以上帝予咱即款的恩赐是伊计划的一部分。咱来记一点，
就是你的温书是拍开上帝对你生命目的的门的锁匙。也就是讲，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拢有计划，拢有目的。要拍开这个目的的锁匙，就是你要了解你的温书是倒位，你要了解你安怎投资你的生命，你要问家己：我拥有什么款的才能？我介意做什么货？我的专长、我的能力是啥物？你教会服侍嘛是同款，你教会服侍中间，你的角色是啥物？刚才你有教导的温书。你会当来做主日学老师，你有关怀别人、怜悯别人的温书，你会当来做无样关怀的人。检查你对音乐有真大的敏感，你会当做音乐的敬拜者。你对儿童、青少年有负担，你会当做兴起儿童甲青少年的关键人物。检查你对社会工作，还是讲对某一个领域，你是专业者。你拢会当运用这个温书来成做教会服侍的一个方向。你也知影你的才能，这甲你的呼召有关系，甲你的人生目标有关系。咱看去，咱顶礼拜教会有举办学位学校，咱有真侪囡仔、细囝来到教会内底接受造就、品格训练。其中咱嘛有真侪老师，特别有一寡青少年来投入，牧师是真感动。嘛有一寡资深的老师咧带这青少年，咧教这囡仔，因足认真准备，连迄个道具啦，迄个整个教材的编写排练，拢足用心的。因都有即款的温书。伊来运用出来，佮奉献出来，来帮助这细囝成长，就得到真大的效果我伫因的群组内底看到真侪家长，咧感谢这老师，我讲哇，恁实在足用心的，有囡仔得到真侪。所以相反，咱伫顶礼拜，嘛有教会嘛有举办即个台北囡仔的台语营，嘛有真侪。会晓讲台语的老师来投入，着训练这细囝讲台语，讲咱家己的母语，拢是根据家己的温书，有操练，然后奉献出来，就当成做利益别人的一个真好的工具。所以，咱爱留心照管上帝予咱的产业甲温书，这是第二项。第三项也真重要，咱检视咱的产业，检视咱的温书，咱来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圣经中间讲，大草挂去，这润的草佮布衣，山顶的菜色也被收成。意思讲，上帝赐了雨水，互这草场茂盛起来。来挂开变成大草，或者的牛羊会当食。上帝搁落雨水，互即个新的草搁蹦现出来，互迄个牛甲羊的食物搁准备好势。咱人咧食的菜色，嘛是上帝照顾，互伊生长起来。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咱爱为着安尼献上咱的感谢。那一个人持续抱着感谢的心来服侍、来工作，安尼毋单单是工作真有动力，也会感觉非常喜乐。所以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爱为着安尼献上咱的感谢。第四项就是咱工作以外咱嘛会当真正去享受工作所得来的成果。圣经安尼讲，羊羔的门是为着你做衫，咱饲羊，羊大只了，有门会当织布来做衫。
山羊是为着做田地的价值，山羊来买掉，会当买田地。搁有买山羊的呢，到你食。来讲修行的时阵吼，咱就会当享受咱辛劳工作的成果。圣经嘛安尼对咱讲，去啊，欢欢喜喜去食饭，快快乐乐去啉酒，因为上帝已经感纳你的工作。只要无醉酒，无仆食，欢喜啉酒，快乐啉食，享受上帝所赏赐一切的食物，这是圣经予咱一个建议，因为这是咱劳碌工作所得来，会当得到的报酬。有的人只知影工作，毋知影享受工作的成果，安尼就失去真济。我昨昏伫即个脸书顶面看到一个同工，就是前日代表公报社来甲咱分享的洪兰田牧师，伊咧分享吼，其实伊讲吼，讲到了我讲你留落来甲我做伙食饭，伊讲牧师啊，我讲我结束了，我就要马上去住院啊，因为身体有各样吼。我看伊伫脸书顶面写讲吼，伊就是想过认真工作，拢袂晓得知影休困，直到身体出问题，所以牧师若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努力工作，有若爱适当的休困，然后伫休困的中间去享受咱工作所得到的成果。这是种报酬，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毋通过头投入工作，直到袂记即家己的身体，直到袂记去享受迄个工作的成果，实在是真无彩。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除了家己享受以外，咱阁爱甲厝内底人其他的人做伙来分享，咱趁钱饲家是无够的，爱经营美好幸福的家庭。所以圣经来讲，有无山羊的呢，到你食，也到你的家眷食，或你的亲人食，也有到养是你的女婢。工作所得来，一定爱全家做伙分享，才是美好。有的人事业真成功，家庭却真凄惨，这种人一定袂快乐。牧师期待大家伫工作无用的中间，一定爱注重家庭的起造。家庭是咱上界重要的产业，是咱上界重要的工作。维持家庭的幸福，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快乐。愿上帝透过咱手所做的工，互咱领受伊所要互咱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为了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阮得到真大的启示。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真正认真工作，也当享受工作所互阮的回应甲成果。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